新闻：我们的好邻居正逢天灾不乱，5万分悲痛，特意测片悼念之，聊表寸心。日本頑張れ。男性が日本滅ぼしますように。亡くなった人はもういます。不利なの小さな国のはいくだろう。あなたら地にあげます。早く砕くに登って、もう苦しみませんように。4个月前的8月24日，日本正式开始大规模排放福岛核污水，而整整4个月后，接连不断的怪事已经从生态链的最底层蔓延到了人类。先是8月份，海水中的大量浮游生物突发赤潮现象，导致日本长崎县巨湾内110万条河豚、大竹甲鱼和真鲷大规模死亡。10月18日，日本熊本县一渔港内发生大量沙丁鱼死亡的现象，密密麻麻的90吨沙丁鱼铺满水面，在散发恶臭味的同时，也传递出深深的死亡气息。